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讲的主题是友善骑楼。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段哈，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高兴能够跟我们社区志工，还有公务局、民政局，还有我们议会2位议员来一起来看我们骑楼的整平、顺平跟畅通的计划。那因为在台南，在南部这个骑楼是常常见到的这种这个景观，但是因为骑楼由于屋主自己的需要他往往会碰到他可能会有一些垫高的作为，或者是放置这个生财工具或放置桌椅的情形，所以往往会造成行人的通行的困难。所以说有时候行人被迫必须没有办法走骑楼，必须走到马路上去，也会造成通行的安全的考量。因此呢，我们特别延续赖前市长跟李前市长的政策来作为骑楼整平、顺平、畅通的工作。那当然，这工作是很艰巨的因为有很多屋主他们的不同的考量，有些房业主他们自己本身也会抗拒，所以说坦白讲，这个是有点像是在一般都市在找这个路霸这个清除路霸一样。其实坦白讲，这个困难重重。不过因为市政不能因为困难就完全不做我们知道说可能做的速度会快会慢，但是不能完全都不做，所以我们还是请市民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谅解体谅，提供一个好的通行环境给我们的这个行人以及观光客，这样子我们台南才能成为一个富而好礼的古都，才能成为一个有礼貌的古都，才能成为一个有公德心的古都。希望大家对于骑楼畅通、骑楼顺平、骑楼整平能够多多予以支持。咱知影在咱台湾大部分的厝，尤其是迄个透天厝咱拢有一个骑楼。那么这个骑楼呢，有足侪这屋主拢会充分利用比如讲用来做行李啦，或者是讲会放车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咱有行人在这个所在咧行大的时阵呢，难免拢会受到阻碍。那么咱市政府呢，为着要来改善这个情形呢嘛来推出一个政策这就是友善骑楼。希望讲呢，这友善骑楼会当互咱的这个屋主顾全到伊的权益啦而且呢，互咱行人呢，在这个当中咧行路的时阵袂去受到足大的这个阻碍，会当畅通无阻。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咱今仔日邀请到咱台南市工务局咱使用管理科科长咱林尚清科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这个政策。科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尚清。是，还多咱讲友善骑楼啦伊个有一个名称就是讲骑楼通畅计划那么骑楼通畅计划这个政策伊的内容最主要是什么目的是不是请科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报告？是，咱这个骑楼就是咱台语讲的顶仔卡对，这是一个就是咱台湾这热带气候一个非常很特色的建筑物那最主要是讲，因为咱的民众、咱的市民朋友，那伫市内咧踅街的时阵，咱有这顶仔卡人行，咱可能就免晒到日，有当落来嘛会使遮雨所以，但是这个顶仔卡虽然是大家咧行，但是确实一个私人的财产，所以这个部分是咱实际上用有当时拢讲占用所以市政府为着要改善这个状况那阮成立一个计划叫骑楼畅通计划。这个计划最主要就是讲把这个骑楼这个通行还给人民还给百姓。那这样的话，除了说这个在通畅的通行的顺利之外，同时这个
上加伊的生理吼，我嘛希望讲因为安尼，互伊生理都愈好安尼。是。因为咱哈拄啊科长讲的这是咱这个亚热带气候的一个特色的建筑啦因为像咱有当时啊日头安尼照来的时阵若无迄个起楼，咱接着照到咱厝内底哇！我看若像这个天气遮尔热迄冷气拢爱搁加降几落度咱的迄个冷气钱咱的电费爱搁加足一倍啦。那么伫这当中，当然这个起楼离咱厝内底还搁有一个面积啦当然对着这屋主来讲，这起楼嘛是伊买啦，伊感觉讲这是我的啦但是呢，对着咱的行人的话，当然伊咧行路的时阵袂通畅像我捌我咧做行到一间厝结果呢，伊用2台脚踏车的迄个范围，差不多迄个起楼的迄个宽度结果我要行到遐，我就行袂过啊，我就爱行出去到大路，搁去踅倒转去啦那么伫这当中当然。咱行人咧行路的时阵，真正会拄到足侪即个障碍，所以有阵时啊，恁行咱像咧踅林拢行入去，搁行出来，行入去，行出来，那么我咧想咧，咱市政府也有发现即个情形啦伫几当前就开始来有实施即个政策嘛我知影这已经有几档的即个时间啦那么在这当中呢咱实行的即个重点搁有伊的即个状况，搁有即个目前几档的即个时间落来咱的成果是安怎？是咧，市政府伫咧1802年开始就针对这个起楼畅通计划，就做用心来经营这个部分那一般咱政府的政策常常拢是从上到下啦但是这个计划非常的特别咱就是由下到上咱是用以利为单位咱请公所这边甲咱里民这边、甲商家这边做沟通甲这个政策所造成的这个效益咱甲商家来做一个充分的协调沟通那由商家这边、由你这边自动自发来做一个报名那最后咱用一个竞赛方式那互这个顶下卡这个路段互伊畅通，就是拄啊像主持人讲的，这个脚踏车也好，这个障碍物也好，咱甲留一这个去除，咱留一个1.5米的一个宽度互咱这个咱的民众拢会使伫这个所在伫咧行时拢无阻碍同时对这商家嘛好啦伊做生意嘛可以做方便啦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个当中，我知影咱要实施一个计划，还是讲一个政策的时候难免这些民众一定拢加有一寡反弹或者是讲有意见在这个当中这个沟通的这个当中，可能嘛是有这种情形。是因为拄啊，咱有讲到这个财产，这个顶下卡的部分财产是属于个人的但是因为当初是咧去的时阵，咱有一些奖励，所以这个部分在规定里面有提出来公众通行，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回归到这个我们民众通勤的权利所以伫咧沟通的时阵，我们一方面用奖励的部分，一方面也配合我们的政策里面去排除一些障碍和这个规个整个这顶下卡互伊会使规个顺畅通畅这样子。是。那么我知影讲，我们一开始执行的时候不是全面可能有选一个地方这示范区示范感觉讲可以了也算是一种实验这个时间这个示范呢咱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了较慢慢全面那么咱是不是嘛？跟咱详细来分享一下咱迄阵这个示范区的实验的结果嘞？是我们的主要的路段选定我们都有一个主题譬如讲，咱即马伫这个商圈的部分譬如说这个孔庙商圈西门商圈、海岸路商圈，包括成大商圈、南纺商圈这边，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商圈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去做一个连贯，这是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对，去做连贯。那我们的主题也能够达到这个人民安全，那个商家赚钱就是因为安尼来做这个部分。店家也比较容易去接受那另外，阮除了伫迄个在商圈以外，我们有一年，我们也针对这个医院的部分因为医院有当时咱的老大人，咱有需要去病院时阵我们也针对医院周边的这些骑楼咱嘛是甲做一个畅通互伊行的时阵毋免阁行到出来甲路林这是一个
一个比较亲切的比较亲切的一个做法，啊，互因嘛较安全。所以咱咧执行的时阵，其实咱有去了解到民众的需求啦，像如果你咧讲医院这个部分吼，说实在的，一般人可能不太会去注意吼。啊，当然吼，这是老人啦吼，因啊时常去病院，但是啊，无一定是大毛病啦，有时候迄个定期吼要回诊啊，是讲要去开药啊，因着时常拢爱去病院啊。有当时啊吼，这个老大人因去病院的时阵，各拢家己一个去，吼，因为他不想要浪费儿女的时间吼。后生仔囝可能咧上班啊，吼，啊伊要去病院吼，无爱讲哦，后生仔囝去逐工请假吼，带因去，那么因得爱家己去，啊家己去老大人吼，伫即个路面咧行大吼，难免啦吼，有当时啊袂稳啊，是讲吼，佮有即个障碍物的时阵吼，有当时啊视力嘛，毋是讲介清楚吼，啊咱若甲畅通的时阵，吼，即个老大人因伫即个行大的时阵，有一个较安全的即个空间啦吼，因为毕竟吼，老大人袂使跋倒，吼，咱遐老大人一跋倒吼，都严重的即个吼代志就发生啊啦吼，所以伫即个当中吼，我咧想，市政府也是讲算讲吼，对咱老大人的一种体贴啦吼，那么。咱咧讲嘛，就是讲吼，伫这个当中吼，咱有宣导嘛吼，啊嘛有竞赛啦吼，这是一开始啊吼，是不是嘛？跟咱分享一下这一部分。是这个计划吼，开始的时阵当然拄啊，大概跟各位介绍过，就是由下往上哦，自动自发的一个参与哦。那这个竞赛的时候，我们就是由店家里民这边来报名，好，那由公所这边来整合。那公务局这边就针对这个报名资料，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也让大家做票选，那同时我们有一些神秘客，去看一下哈，这个真的畅通对。然后另外我们也组成那个评选小组哈，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去做检查，然后去做评分，这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评选。那最后，然后就做一个公开表扬颁奖，那也有奖金哈，这些奖金也可以作为这个我们里面哈，做一个维护这些里面的公共设施的一个用法，这样。伊个单位是安怎？伊是用一条街还是用个人？用以里为单位。以里。以里为单位。就是讲恁这里伊的迄个这个骑楼，什么人做了上届？这个里伊会使经几个路段，因感觉讲因做了袂歹，啊，就提出来比赛安尼。啊，因感觉袂歹，通常的特色是啥物所在？因为那像你讲啊，吼，啊个大家拢甲规划做精济。一般来讲吼，阮的评分吼，大概就是讲，我今仔。当然，迄个米盘，迄个跨度一定要有出来哈。第二个就是讲，你的迄个平坦程度哈。你如果平坦哈，你若讲有顺平甚至整平，这个分数会特别高哦。就是说，它的友善的程度会更高，那这个部分的分数也情节都更高。我知影你的意思，因为吼，咱咧马路安尼行，吼，咱伫个凉亭仔骹，下拄啊吼，咱。科长吼，伊的迄个台语足标准的，吼，凉亭仔骹。其实吼，过去啊，就是讲，比如讲，阮伫个商圈吼，像以前吼，啊无这大百货公司哦，像什么星光三月啦，吼，还是讲什么梦时代啦，吼，以前无这百货公司的时阵吼，我记得在大概20-30年前，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小，啊，都是那个中正商圈，对，吼，就是咱即马和乐广场这个部分吼，到迄个林百货家这段吼，大家都在这边逛。啊，遐就是安那，就拢伫咧凉亭仔骹。啊，凉亭仔骹吼，以前吼，尤其是迄阵啊经济繁荣，就这样伫凉亭仔骹做生意。凊彩拢摆一个单位哦。有的人在卖服饰啦，还是讲卖一些女孩子的那个饰品啦，吼，就这样子就有一个摊位，他就可以做好多的生意啦，哈。那么我的印象吼，我那底下。细时吼，就是人挤人，啊，除了人挤人之外，就是那一些哈，我好多讲的遐摊贩啦，吼，遐卖服饰的啦，吼，卖饰品的啦，很多啦，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吼，咱哪里行？有时候吼，尤其是逛街，咱不是专心在行咯，逛街拢嘛是安尼世界看，吼，啊，就是那边看一下，那一边看一下，有时候吼路若无平，说实在不要卖讲老人啊，我们年轻人吼嘛会跋倒。因为我当遐行到这，突然间伊的迄个，嘿，这一间突然间它长高好多，然后等一下去到那个地方又下降，啊，有时候我们在逛街的人就是没有很专心嘛，因为安尼吼很容易发生危险，
哦，所以他都啊，咱课程咧讲把这个当做一个评分很高的标准然后，那么伫这当中啊，像他都咱咧讲的啊，有悬有低，有悬有低，啊一条路很哪长啊。啊，一里较济户啊，要安怎去处理？咱以前吼，以前咱的观念就是讲，咱咧起厝时阵，我的厝一定要比隔壁较悬，啊无隔壁水流过来我家，所以这个观念大家一直安尼的时阵，变讲会愈起愈悬，愈起愈悬，愈起愈悬的效果就是变咱的顶仔骹的这个高站就是袂顺啦吼，所以阮伫这个起头畅通计划时阵吼，阮有几个阶段啦吼，就是讲。咱即马咧做的是讲做畅通，这个畅通就是讲咱的顶仔骹的障碍物排除，有一个美盘的空间通行。其实伊的最高境界是整平吼，这个整平就是讲伊规个拢平，无啥物关系感，吼，这个整平。但是这个整平因为地势的关系，所以整平有它的难度。比如讲，咱的潭水当公园一直到西门路这段吼，这段其实你看伊安尼缓坡吼，其实伊的高顶差不多你要到一站楼吼。所以伊做的时阵，咱无法度伫迄个所在去做顺平，所以咱退而求其次，咱做顺平。顺平就是讲，咱甲这个关节，咱用一个缓坡去修起来。哦，这修起来部分就是讲，不管是轮椅也好，还是讲咱今仔菜篮族咧杀菜啦，是讲囡仔车，哦，伊拢有法度用安尼行，吼。那去配合我们的畅通，这样的话会在这一个顶仔骹有一个粗波，互人会较好行。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讲吼，虽然伊的高度啦，吼，像你讲的啊，有当时啊，你量顶仔骹伊的高度安尼，伊规间厝拢安尼啊，伊也无可能讲吼，外口同我白内底，可能结果因兜就爱落落去，还是讲结果因兜就迄个白悬啦吼，所以他都话咱用这种方式，就是讲一个转环啦吼，就是讲我好多咧讲诶，来咱行，突然间。已经吼较悬，有个人做体贴，伊会来做一个楼梯，吼，互你个爬起。啊，有个吼无，你就要家己爬多悬嘞。对。啊，可是这样子有一个危险的是讲，你若不是做专心咧行路的人，你很容易跌倒。啊，你若像他都话讲来讲顺平，就是伊这个高度哈，它是有一个斜坡的。啊，咱咧行路的人啊，无专心啦吼，但是讲伊无专心，还是伊对这个路面无熟。好，有的人常常走嘛，他就很熟。啊，不熟的人吼，有可能一行到这用吼，啊，你这样顺平的时候，他至少伊袂滑的，吼，就不会造成危险了吼。所以这就是咱伫这个骑楼这个友善骑楼计划来对。圣公，我感觉上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都跟民众，因为我们也曾经接到民众的声音啦，比如说啊阮这条路都无轮椅咧行，无迄个囡仔车咧行，啊，你做这是要有上行。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谁那无轮椅咧行，无囡仔车下去，因为伊无通行。哦，啊，你若做好对，啊，所以我若做好了，人就会过来，人就会去甲你买物件，你就行李，你的行李一定比较好。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互惠的方式哈，去跟店家沟通啦。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在整个这样施行下来，我们也做了300多个路段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顺平啦哈。啊，伫骑楼畅通的部分，那么做超过100公里啊，嘿啊嘛，这300个路段呢，其实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成绩在的。所以就是讲这吼沟通很重要啦吼。有当时伊无想到啦吼，像你遐拄仔讲的啊，啊，阮遮也无人会坐轮椅啊，也无人会塞婴儿车啊，就像你讲的啊，因为遮都安尼啊吼，所以无人会来啊。啊，你若甲伊用平顺了，遐塞婴儿车的啦，或者是讲吼坐轮椅的，伊自然会过来。啊，挖过来了，人潮一多，你的商机就增加吼。所以你这个部分吼，当然啦，咱的沟通啊，还有咱利益啦吼，咱的生意。就是让民众看到了，民众就会来配合。尤其是我刚才讲吼，咱台南市啊，还没合并升格之前，咱台南市的部分，尤其是咱市区这个部分哦，这种问题最多，因为市区就是路也狭小，然后又密集，所以呢，这个房子像有这种问题的，我住在市区我那种感受最深刻了像我都在跟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啊，还没有那个大的百货公司嘛，现在做最多大间的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内底伊用的设施都很舒服啊，但是以前啊无这大间的百货公司的时候，我们就是逛街真正是逛街啦啊，伫台南市的就中正头
一直驶到中正路尾啊，迄阵啊吼，啊，佫无即种政策的时阵吼，就家己伫遐爬，家己遐爬。啊，你着爱吼做了解即个所在伊的地理环境，你若无做了解伊的地理环境吼，你若想讲，比如讲你挂关系，有当时啊吼，你毋捌入来，你想安尼爬吼。就是很容易造成这危险性，然后，那么伫这当中，我要搁请教咱科长一个问题，就是讲，这当中我知影讲，好多我你讲的啊，就是讲，咱的凉亭卡，其实它是就是有一个规范的啦，吼，不是讲，虽然这个凉亭卡是属于屋主的权利，但是嘛不是讲你屋主想要安怎就安怎哈，我们这个。凉亭卡在骑楼，还是它有它的规范，是不是？咱的乡亲介绍一下。是，咱的骑楼伫咱的迄个属于道交条例里面的道路所以伫骑楼内底本来伊就是爱提供出来公共这种通行所以不管是做摊贩也好，是讲停车，甚至有个人甲架起来当作室内，那比如讲你若放一寡障碍物，伊就可能会叫用迄个。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去罚300到2400，你若起来，你若做别起去做失了，伊就是违章这可能就去用拆掉，这个部分其实对家己来讲也不好啦因为它还是有规定，并不是说骑楼地是我的，我就可以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它确实是还有一个公共利益关系存在啦，所以这个部分嘛是爱呼吁咱家的迄个。那个店家你头前楼顶卡的部分就是把它提供出来其实对你来讲其实是利大于弊应该呢民众就过来呢是，因为骑楼好多咱讲的嘛虽然是属于店家的这个财产但是咱市政府也是要有规范但是就是咱这个规范有弹性也是比较人性化比如讲好多咱讲的有的人伫伊的骑楼就设3面的迄个铁门伊这铁门还好嘛因为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把它打开这样子的话，人家要通行的时候还可以如果你若真正用个定死的其实对伊来讲他也会很吃亏啦。因为如果说我们市政府要用公权力去给你拆掉，那是你的身心你就是劳民伤财嘛你做遐爱时间、爱精神、爱花费金钱你若去用拆掉，哇，无采你开遐侪钱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如果知道有这样的规范，咱知影讲有这个法令的话那么咱要用的进程先思考一下就是讲除了你家己方便以外，嘛互别人方便这样子才不会自己造成自己以后的不方便，对，造成自己以后的损失那么另外就是讲咱的这个友善骑楼，其实对这种无障碍空间呢，就是讲对着这个站中的人士其实。对他们照顾更多对要讲一般人来讲一般人说实在的，咱是较辛苦啦。有当时呢，来到这个所在袂当去哩，也是讲伊较讲高低我就较辛苦，我就甲爬一个就好。可是对着坐轮椅的人，他可能不方便伊坐轮椅，伊若有法度爬起来，就免用迄个轮椅嘛所以咱对着这。就是讲坐轮椅的人我们这种无载用空间嘛是今嘛，我记得应该是也是几十年一直都在推行在这方面我们也一直都政府在带动那么在这当中咱伫这个骑楼的这无载用空间，咱的做法也是来分享一下。刚刚讲到骑楼，其实就是要咱民众通行当然对于无障碍空间的时候，咱的要求当然非常重要那拄仔讲的这个顺品其实就是我们在做无障碍空间的一个表现所以譬如讲这个斜坡，咱甲做顺品了，咱会同时要求迄个斜坡袂使伤夹互伊缓坡因为伤夹来讲，对，伊对坐轮椅会夹会对所以这嘛是一种危险。那莫因为安尼去做另外一个危险的所在所以在做顺品时，这个所在阮就非常的重视这是第一个与坡度的关系。过来就是跨度，咱轮椅的行先有咱轮椅行的跨度这个跨度。所以咱常常爱做尾盘，就是讲伫轮椅的伊咧行的时阵伊袂因为爱个闪东闪西伊会做好行包括这个骑楼这顶下到路面这个关节感这个部分我嘛是一个重点因为你嘛是爱你家顶下你嘛是爱出来个路面要过马路安尼你嘛是爱过，所以这个部分
包括人行道安尼安怎去接，这部分拢是阮迄个都要连贯呐。对对对。哦，啊无伊伫两顶较可能顺，啊去到外口的顺，所以个设计都大哩咧。所以这是一连贯的啦吼。我印象内底啦吼，迄两顶骹就是讲伊个画范围是伫迄两顶骹挖路面诶，迄个范围会当放车啦，或者是讲哦，你有做生意的人会当放在迄个内底啊。然后咱厝的即个厝这边哈。啊，到你两顶仔外口，这个中间有一个通道，好像是画这样子的一个规范。阮即马画尾盘的跨度是为咱的厝心往外吼，尾盘的所在吼。那这个所在目前是阮是要求讲，这个所在爱净空环境。那尾盘以外所在，基本上按照规定来讲，伊嘛是顶仔骹嘛是骑楼一部分吼。那原则上伊嘛是按照骑楼的部分去做使用，但是因为阮先要求这个畅通，好，这畅通了，我们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骑楼是整个是畅通，这是我们最后的我们的最主要的主旨是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安尼执行到今嘛几档啊100几到今嘛7档。有一段时间了哈，啊，你这当中哈。就是说，咱敢有个随时比如说，有个人一开始，人讲头小小尾零零啊，无就头啊吼，你有咧甲我注意，我无咧注意啊，尾啊会不会有的人就松散了？啊，对，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竞赛的当场当然一定会做得漂漂亮亮，可是我们要的不是那个时段，我们希望是说永久的。所以我们每年在做竞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组别就是管理维护组，好，就是我们看你进前提出来有调整的路段，你管理了安怎？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竞赛的一部分。那对啊，目前为止，这公司拢非常的用心嘛，吼，对于有比赛路段咧，伊拢会做用心去维护它的畅通。对啦，无你头先已经是有示范的迄个。优点，好，你是在示范区呢，啊，到尾啊，我们啊，可能直接怎么来看，变成啊，为着要得奖，你去认真啊，无这个奖得过了之后的放松哦，这样子好像有一点讽刺啊哈。那么哈，今天咱真感谢哦，科长来甲咱来讲这个友善骑楼哈，因为这对咱台南市市民哦，应该很多人哈都有关系啦哈，你想无，恁兜可能有这个骑楼，吼，伊个恁兜无迄个骑楼，你可能嘛会行骑楼，吼，所以在这当中吼，咱市政府的用心吼，我们也看得到吼。最后，咱科长要跟咱讲什么话？因为顶仔骹这个部分吼，就是希望讲咱民众吼，伫这个所在咧行时会使安全吼。那我嘛希望讲甲顶仔骹让出来，互民众行这个店家吼，你嘛会使赚大钱吼。对啊。这个互利互惠的情形之下，像你讲的啊，人家都侪人入来啊。对，咱甲这个顶仔骹出出来，互你的生意如果咱行来你面头前，人都会想要入去你的店内看吼。我想用这样的观念吼，可能会让更多的这个店家哈愿意把这个部分给提供出来。那规个都市拢啦，安尼想的时阵，安尼台南市，咱以后就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城市哦。因为你行伫台南市的市区内底，你袂去晒到日，你袂去压到雨，大家拢足爱来台南市佚佗哈。我感觉这是大家拢真蛮看会到的一个现象啊。就像咱科长讲的啊，大家爱来台南市啊，因为咱家己住伫台南市，咱家有当时无去比较，唔知影。可是外面的，比如讲咱其他县市啊，是讲哈国外的这个游客来，尤其是咱的台南市是观光城市，就这外来的游客，那现在一来哈，因为安呢，有时候对我们哈就打了一个不好的这个评分哈，讲出去对我们也没有面子啊哈。那么给咱加感谢哈，科长来到咱这个节目当中给咱介绍哈，谢谢阿妈，感谢咱乡亲朋友啊，我是婉婉，欢迎你下一次我们再来观赏我们的节目，谢谢。